后来后礼拜五到中秋节咯，成山文旦的宜兰东山乡，这回卖柚仔是来变出头，因帮这个柚仔树来砍头势，象征着柚仔成熟，都亲像等要出嫁查囝，而且安尼做嘛会当防病虫害。另外，苏澳渔会推出限定的中秋礼盒，内底是来底8种的海产，互中秋送礼加一个选择。头头煎甲小可赤赤，食入嘴内，口感是真 Q。这个四破鱼仔肉是真油，阁有尖。这是宜兰苏澳区渔会推出的中秋限定的鲜宴礼盒，总共有8种海产，像讲透抽、刷鱼、虾仔、肥鹅卵、烟钱等等海产，互人看甲强要流嘴烂。渔会有责任来推广我们这个产品，所以今年我们中秋节这一家的一个产品的礼盒。除了海产，中秋要安怎应景送出好礼，文旦嘛是一个好选定。请先投沙。将东山文旦药顶面盖个白色头饰甲掀开，内面拢是文旦。这个文旦袂输是等要出嫁查某囝共款，唔甘加慢来。丰收的心情来办理这个帮柚子来掀白沙的一个活动代表我们的柚子已经成熟。东山乡三大农作物之一就是文旦，开做成柚仔这个鸡卵糕，要柚仔棒产值阁提升，而且唔但透过有机的财政，县政府阁特别辅导农友用卡面减少病虫害，防止风台影响。台湾农产渔会若到过年过节，就会开始卖，比的是价少甲品质。